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市税管处去年来举办税务网络游戏的抽奖，结果有几来的得奖者共名，而且有15个人拢姓平。网友质疑这个得奖的平家军一定有问题。高雄的市调处就来调查，结果发现幕后的黑手是一个姓陈的骇客，实在嘛真本定，伊找到游戏系统的老胖，用家己编写的程式，把这个得奖率提悬到84.6%，结果要抽52个奖，伊竟然抽到44个奖，即卖是以15万来交保。一般洗也洗，可能要上得奖，也唔过。这是在攸关财政部将来办的任何活动的公信力啊！立委质询农检队高雄市税管科长处第2024年8月78到10月15举办的网络游戏抽奖活动。抽奖的结果发现，52组的得奖名单内有9笔共生人，其中有19笔都是姓平人得奖。好网友质疑讲，这平家军根本就是作弊。他就是那个 email 的账号，大概都是 Gmail 的，然后都长得很像，但是他的那个地址啊跟电话号码其实都是不一样的。就连主办单位家己都起晓记，后来高雄市调查发现，真正红灯卡手。就是这个大新店，我做宣传中姓陈的查甫人，伊控制60多组古怪小号，再个建立2000块游戏小号，透过家己编写程式来做卡手。对数每一个游戏小号，对顶级游戏到结束，敢若用1秒到2秒来提悬得奖的比例。落位伫52个奖项内底，有44个得奖，得奖的几率来到84%了。这件皮家军之乱，确定都是世代的骇客所为。伊搞完了后，升级缓刑。检察官问为了后，以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，通知19万交保。调查局各类继续扩大清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